己唔努力，唔支持自己嘅文化，冷眼旁觀，自高自大，目空一切，咁就太傻太天真啦。避免大國優勢犯錯誤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堅持支持自己文化嘅代言人。最好嘅方法就係學會直播送禮，學識網絡購物。如果確實唔識得操作呢，請私信發語音俾飛仔哥啦。境外華僑觀眾都有方法支持嘅，到時我再話俾你聽。然後仲有一個方法，就係幫自己建立一個私人嘅微型慈善信託啦。只要你信任飛仔哥，用日行一善嘅心態去關注，去準備行動，相信我哋國家子孫未來好可能會因此而改變。具體方法，飛哥先賣一個關子。呢個信託嘅成立並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未來飛仔哥會慢慢同大家講。關鍵係我哋一定要先有支持自己文化、為子孫後代着想嘅意識，支持南方小眾民營優勢嘅意識，咁樣冇嘢係辦唔成嘅。團結、互相信任係上述小眾優勢嘅第一前提條件。唔好睇小自己嘅力量，從1蚊幾毫開始形成習慣，集腋成裘，團結就是力量。唔團結只能夠等人哋操縱自己嘅命運，最後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子孫後代生存嘅基礎同土壤都冇埋，到時就唔好再抱怨社會啦。好似民國嘅人抱怨滿清無能，其實真正唔爭氣嘅係佢哋嘅祖先，佢哋一直都冇為自己嘅後代着想過，一直都係自己顧自己，冇遠見，冇能力，被動挨打而導致嘅。下面我哋就從上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嘅粵語電影開始講起，從謝賢嘅粵語片《英雄本色難兄難弟》開始講起啦。